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密老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介绍的是基本封闭和弦。封闭和弦呢有分成，和弦有分成封闭和弦和开放和弦。开放和弦就是像 C 这种，就是它不是整个手指都封在上面的。那封闭和弦呢，就是这种，像这种 F，我们最常见的 F，这种就是封闭和弦，我们把整个手都盖在上面。那我们有分成 A 系列的封闭和弦和 E 系列的封闭和弦。A 就是有这个从 A 开始，A major seven，A7，还有 A mi，还有 A mi 7，那可以去做它的推算。像 A 和 B 呢，是不是差两个半音？两个半音呢，我们就把这一格原本开放和弦就像是封在这一格上面一样，那我们把往封下面一格呢，就表示它升了一个半音，所以这样子这个是什么和弦？这样就是升 A 和弦，升 A 和弦跟降 B 和弦是一样的，因为升 A 就等于降 B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往上升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和弦？这个就是 B，再往上升一个，因为 B 和 C 是差半音，所以这个就是 C 和弦，C 和弦的封闭和弦的按法，C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介绍一系列的开放和弦，这是 E，这是 E major seven，这个是 E7，这个是 E mi，这个是 E mi seven。好，那我们也是一样呢，我们就可以推得 A mi 在哪里？E mi，那我们 E mi 是就假装是封在这边，然后手指是这样子，这样子是不是 E mi？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往上走咯。这样子呢就是 F mi，因为 E 和 F 差半音，所以这样就是 F mi。然后再往上一个升 F mi，这个 G mi，再往上升一个升 G mi，那这个呢就是 A mi，就是我们要找的 A mi，A mi 就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四和弦 C、A mi、D mi、G7都可以变成封闭和弦，对不对？这一个就是封3的 A 就是 C， 好，封5的 E mi 就是 A mi， 好，封5的 A mi 就是我们要找的 D mi， 自己可以算算看哦。那如果是封3的 E 就是 G， 好，我们就可以把四和弦全部都变成封闭和弦来弹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就一拍一下这种方式。3来 C 2 3 4 A mi 1 2 3 4 D mi 1 2 3 4 G 1 2 3 4，再一次 C 2 3 4 E mi A mi sorry， 好 D mi 1 2 3 4 G 1 2 3 4，回到 C， 结束。好，一定要持续练习封闭和弦哦，这样子，不只是这边腕力会增加，那这里的虎口这个按的这个力量也会增加，这样也会让你的封闭和弦越按越好。好，大家加油哦！